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鐵索姑姑小姨媽頻道。1年幾多集咧，已經拍咗好多集啦，就關於內地嘅老人院，包括去咗深圳啦。咁今次條片咧就兩間老人院，兩間老人院咧就一間就係公辦嘅，就同香港社福處合作嘅；另外一間咧就都係公辦私營。公辦私營咧，咩叫公辦私營咧？咁價錢係點樣咧？咁不如大家今集睇下。Let's go，我哋。影片未開始之前，請大家支持訂閱，撳埋隔離個小叮當。好啦，我哋 Let's go。唔知大家有冇去過中山珠海，經過深中通道，第一個嘅休息站就係火炬開發區。今日同大家去嘅其中一間養老院就喺火炬開發區。原來呢間養老院喺舊年已經同香港社福處合作，關於就係廣東省養老計劃。養老院嘅名就叫做頤康老人服務中心，而呢間養老院側邊就有一間三甲醫院。呢度交通方唔方便啊？其實如果大家去到火炬開發區嘅服務區之後啦，搭架的士過嚟啦，都要大概45分鐘車程㗎。我1個禮拜前已經打電話嚟預約參觀，大家一齊入去睇下。頤康老人服務中心其實係廣東省5星級嘅公營機構，佢哋喺中山養老服務已經超過10年，配合香港社福處嘅要求啦。呢間老人院呢，其實喺2年前就係搬到呢個院舍。如果香港啲老友記想入住呢間院舍，咁不如聽下小哥哥點樣介紹。係可以申請喺香港嗰邊福利處嗰邊申請社會評估或者你哋就現場評估完之後，佢其實就係進入中央輪候冊。總之無論點都要先喺香港申請咗。但係如果申請咗進咗入中央輪候冊，但係因為有成15間啦，如果佢哋提俾選擇㗎。即係佢哋，如果好似我今次我同即係幫我姐姐睇咗啦，咁我覺得呢度唔錯喎，咁樣我就可以選擇，就唔係社署派喎。幾好喎咁樣嚇，咁所以咪有好多香港朋友仔過嚟選擇咯。樣板房2人1，呢個係私戶定係？唔係，呢個係香港社署購買嘅咧，就係雙人房。就係呢種屬於香港區，可唔可以咁講？港區都可以咁定位，我哋係雙人房，但係如果佢只係一個老人家申請到啦，咁同住啊，同其他人一齊住。但係佢如果唔想咧，即係好似我唔同得人住嘅。你包間咯？包間我加幾錢啊？補差價5000蚊。我補差價5000蚊，明白。反正係要有床位先得嚇。當然啦，呢個。有空調嘅噃。係電視機空調。咦？可唔可以睇下？洗間可以。洗衣間啊？唔係洗手間。咦？呢度洗手間有暖燈嘅喎。係浴霸係。係政府嘅。地方嘛，我只有咁講，因為都係違建。明白。即係好簡單啦，呢個屬於叫做香港規劃嘅房間，2張床。如果一個人申請到，佢就必須要同人哋去夾房啦。但係如果好似我咁樣，我唔中意同人哋夾房，我就要補差價，補5000蚊。我就想問下啦，嗰啲咁嘅飯錢啊，乜錢物錢咧就佢如果係通過咗政府嘅，你唔需要考慮呢個費用。係。如果你好似你現時你個人嚟嘅咧，就要考慮啦。明白。考慮嘅話，個人嚟嘅話，大概都唔使咁貴嘅。係啊，喂，我想問下咧，香港政府呢啲房位，我哋唔可以煮食㗎嚇，煲下嘢都唔得。我哋有中央廚房。小哥哥講，為咗安全起見，呢間院舍咧，每一層都有中央廚房。餐區。每天都有活動。即係畫畫打牌啊！3人房唔影人，我啲3人。大家睇到啱啱嘅3人間就係內地嘅老友記居住㗎。由16年開始開㗎呢度。16年班。依家住咗幾多人啊？而家住咗210。都已經住咗2/3啦。香港就40，得40未聚滿㗎嘛。未住10零個。住10零個，你哋係舊年先開始㗎，係咪？係啊，10零個。10零。啱啱大家陪我睇完呢間老人院啦，咁有啲資訊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嘅。喺呢度住嘅朋友仔啦，就唔可以自由出入㗎。
通過香港社福處申請廣東省養老計劃，其實陸陸續續咧都有新嘅老人院咧係加入㗎。截到2025年嘅3月咧，已經有15間，呢度係其中嘅一間。大家如果對呢間養老院有任何嘅查詢，可以打電話去佢哋嘅客戶服務中心。啱啱大家睇完怡康老人服務中心咧，就位於中山啦。依家咧，我開車去到珠海，同大家睇一間養老院。呢間養老院咧，個地咧係屬於公家嘅喎，但係運作就係私營運作。唔知大家有冇去過珠海嘅漁溫泉咧？其實依家去緊呢個 location 咧，就喺漁溫泉嘅附近。咦，鐵叔又話去養老院，點解去咗農場？因為呢間養老院係標榜生態養老休閒樂園。其實好多老友記除咗中意打下麻雀仔啊、跳下廣場舞之外啦，都中意種下花、種下草。佢哋咧用咗1/5嘅用地咧，就愛嚟起呢個休閒農場。呢間養老院嘅名叫做圓夢園，亦都係廣東省5星級嘅養老院。我咧就睇咗一圈啦，其實呢度空氣好好。呢間院舍嘅規劃非常之大，佔地面積有15000平方米，但係咧就未必適合我哋香港朋友仔，因為點解咧？院舍嘅設施都比較舊啊。嚟得到又約咗護士長，不如大家睇下樣板房。我們每個房間的佈局都是2個床。對，2個床。然後空調。有空調嗎？有在那裡。哦，有空調。冷熱空調。我講廣東話，你聽明白嗎？我能聽懂。哦，好。我不會說。沒事，我能說也可以啊。洗手間在這裡。洗手間在這邊，這邊都是適老化的那些。對啊，有安全的，他們可以按鐘啊，有什麼事情，然後這邊有一個小的一個生活陽台咯。對，這個簡簡單單。洗衣機呢？洗衣機的話，我們是集中洗。集中幫老人家洗，老人。對，都由我們護工這邊進行一個浸泡消毒以後再清洗的。我想問一下，這裡收香港人嗎？收的哈，有沒有香港人住在這裡啊？有一個澳門的。澳門，有一個澳門的在這邊居住。但是一定是雙人房哦，可以有單人房嗎？單人房就是包房咯。可以包房。房間都是一樣，但是呢，床位的話就有一種是這種西蒙斯的嘛，然後還有一種就是醫院那種護理型床。護理型就可以自動升降這種，就是這種可以自理的。對，一張床是2000，如果說包房的話就是4000。就包多一張，就是我自己獨立，你就加多一張床，就4000，但是還有其他費用嗎？還有那個護理費、伙食多少？伙食是您姐姐是正常人哈。正常吃飯的話呢，就是1000。有應急在外，你們這個院去收嗎？我們收的在外的。但是會有1對1的護理嗎？你想要1對1的話，可以的呀。大概多少錢？那1對1的話，它的費用就要算到1萬多了。1萬多，1對1，24小時。就住滿沒有啊？現有住的人數是188。挺滿的喎，已經差不多7-8成咯喎。呢度咧就係佢哋嘅飯堂。啱啱咧，護士長同我講，呢度營運已經超過10年啦。今日咧，我就帶埋三寶過嚟，有啲老人家見到佢好開心啊！好啦，今日視頻嚟到呢度，想了解更多呢間院舍，大家可以自行打電話去聯絡一下。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仲未訂閱鐵叔姑姑小姨媽頻道，請你支持訂閱、點讚、分享、留言，多謝收看，下次見，拜拜。